这新闻头起先就来关心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哲，因为牵涉经发生案件，也有圣地现金案，是去互羁押禁见114天。台北地方法院今日透早就裁定，伊是3000万交保。郭文哲中昼对北院行出来时阵，就未少支持者伫咧外口等伊家收听。郭文哲到因兜门口的时阵，嘛发表谈话，感谢支持者甲鼓励。不过伊嘛强调讲，伊毋是贪污图利迄款人。羁押114天，明显消散的民众党党主席郭文哲，日前中昼伫民众党党工介护甲扶持之下现身，伊脚穿蓝白衬拖，离开北院进前率向阳平一个险岭跋倒。即个得到自由，郭文哲随点去社群媒体发文，公开伊伫当厝的半路，向支持群众一手致意的画面。按因兜门口的巷路下架，代表消灾解厄。伊几若摆后田感性讲几句话，感谢伫咧上失志的时阵，真多人搁支持。谢谢这段时间有很多人给我加油，不好意思，给我加油打气安慰甚至帮忙，在这个最沮丧的时候还是有人看到会偷偷喊阿伯加油，有时候要感谢上苍给我这个机会可以。反省一下自己的人生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是相信我自己不是那种什么图利啦、贪污啦、会违法的人但是会遇到这种风风雨雨，你知道吗？表示我们人生还是有地方要检讨。将近4个月无见面，郭文哲的太太陈培琪伫伊身躯边献出笑容。6点外钟了后，国民党换穿台北市长林来的脸嘛，和陈培琪做伙出门，要去新竹看伊咧大院的老爸。这届郭文哲的保释金是新台票3000万。民众党团的总调黄国昌讲，我家无遐多钱，所以由党工一斗3工，经过8点钟才请到家。但是这届举报人是由黄国昌的家后高雄担任。再次的感谢所有非常多的朋友大家群策群力，我们一起把这件事情完成。党没有出钱，绝对不会用台湾民众党的钱，请大家放心。检检求刑28天半，郭文哲虽然交保，不过用限制自己出境甲出海，同时阵未当接触共案被告甲证人。虽然陈培琪捌因为经手郭文哲的金流，3摆以证人的身份向调问，不过捌伊补充说明讲，日常的家庭生活甲工作所必要，并无受到限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